坐落来看这张台铁北回线是因为落雨，花莲总直到河仁断站未通，到即阵这电力的设备是油源也未恢复。台铁就派架插油的区间车，伫咧新城甲和平往回接送。也若在抢修的现场的情形，是会当看到电车线长300公尺，电力跳轨的倒去。这崩坑内底土石崩落的情形，嘛是比预计搁较严重。可能就要到5月21才会当恢复单线双向通车，5月24才会当双线拢恢复正常。可以接驳车去和平。这个呢？这个是花莲。台铁新车站月台，铁马真侪旅客受18强降雨影响，总体河仁之间电力设备受损也未恢复。台铁调派非电气化区间的查联车来回新车站到和平之间转接，旅客免出站换客运，毋过爱伫车站内换车。花了4步，到了和平，到了罗东往和平的新城这4步，我是中立过来的。接驳时间，他看要等多久啦？我第一次搭接驳火车。台铁表示，利用东小清水桥是做加检查完成的铁轨路线来使查联车转接，因为在海路段原本就要慢慢行，时间差不多济，毋过换坐甲等待上下车的时间会较久。19日时，天气稳定时间，关键抢修，桥边甲铁轨路损坏差不多200公尺，崩坑内底土石引起状况比预期严重，加上电车线桥波断去，电力高倒去，后置甲通讯设备受损，修复的时间会花较久。4天的时间才能把土石清运完成，那最后1天再完成电力耗资恢复的工作，所以最后我们双线是会在24日但是我们电力的部分恢复单线双向正常行车，我们在21日就可以恢复完成。台铁表示，伫这期间，东部来往西部之间的国际上侪列车专门开放车票，无需要换补票。19暗时，阁启动花莲站到和平站之间的公路转接，经过中直甲和仁之间无使用的车票1年退票拢免手续费。危险路段的铁路高架以及未来的电力是不是要做一些改善，或者是对于我们在列车上去做配备？花莲县长徐正伟认为，在核发生第一时间，苏七处新竹港口受困现场2点钟，到台铁阁要起票价，呼吁台铁爱精进安全措施。台铁表示，10月在核发生之前，国警系统伫第一时间回报现况中心，而土石因铁轨路进前，就互前后列车停落来，安怎降低土石崩起的风险？除了计划建立冰崩坑，也评估改善，拢是目前要咧努力的部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